大家好，當你提到桌遊，好多人嘅腦海裡面浮現嘅係後生仔喺 cafe 嗰度玩狼人殺或者一啲好複雜嘅策略遊戲。如果我哋同長者講，伯伯婆婆，今我哋嚟玩桌遊啦，佢哋通常最常見嘅反應係：哎呀，我老啦，個腦唔得，呢都係你後生仔玩嘅啦。或者佢都會問翻你轉頭，係咪打麻雀啊？除咗打麻雀，我都唔識嘅。其實對於長者嚟講，桌遊唔係單單係一種消遣，更加係一種社交同認知方面嘅良藥。作為社工，我哋帶領小組嘅目標並唔係要培養出桌遊高手，而係透過呢張桌台重新建立佢哋嘅成就感、社交連結，甚至乎係延緩認知嘅退化。今日我想從遊戲選擇、教學引導到小組動力，同大家分享點樣帶領一個讓長者想留低嘅桌遊小組。技巧一就係從視覺到觸覺嘅媒介改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長者喺生理嘅功能上，譬如視覺同埋手部精細動作，難免都會有啲限制。因此，揀遊戲嘅第一個技巧就係去繁就簡，直觀為主。一就係放大再放大。好多市面上嘅遊戲卡牌字體好細，或者顏色太接近。咁我哋喺準備小組嘅時候咧，可以揀一啲圖案比較鮮明嘅遊戲，甚至乎你可以將遊戲咧進行改裝。譬如咧就將啲卡牌放大影印，即係並且過膠啦。係咁以啦主題嘅連結。長者對於一啲抽象嘅奇幻主題，譬如魔法世界啊、獸人啊呢啲咧，會難投入啲。如果揀啲遊戲嘅主題係買餸啊、旅行啊、茶樓點心啊，咁佢哋嘅動機就會大大提升啦。因為呢個並唔單止係玩遊戲，更加係咧誘發佢哋分享生命經驗嘅媒介。係啦，咁第二個技巧就係拆解式嘅教學法啦。對於長者嚟講，學新事物咧，其實係本身就會有壓力嘅，甚至會觸發焦慮。咁要消除呢種焦慮咧，教學技巧咧就至關重要啦。咁首先咧，我哋要有示範局啦，因為一啲嘅 demo 咧，其實係勝過你嘅千言萬語。唔好一開始咧就去讀呢個說明書，直接發牌，社工就坐喺中間親自示範一次。每次做咗動作咧，譬如抽卡就講埋嗰個字出嚟，抽卡出牌，係啦，咁每次都講出聲嘅，等佢哋喺睇嘅過程之中咧，直接理解嗰個遊戲嘅邏輯。咁之後咧就係視覺化嘅操作提示卡，譬如我哋可以準備一啲提示卡，好簡單，寫住大大隻字咁樣，寫住摸牌出牌換隔離嗰個，咁咧就可以有效地降低佢因為唔記得咗下一步要做啲咩咧，而有啲困迫感，係啦，等佢哋可以將精力咧就放翻喺遊戲嘅樂趣之上，係啦。咁之後咧就係洋葱式嘅層次教學。咁我哋其實咧唔需要一次過將所有嘅遊戲規則咧就講晒嘅，我哋可以將遊戲最核心嘅部分講咗先，等大家熟悉流程啦。咁第二步到大家都有信心啦，我哋可以再將一啲特殊規則啊或者功能牌咁樣，好似剝洋葱式咁樣一層一層加入去。咁呢種循序漸進嘅方式咧，可以咧令到長者感受到咧我學識啦。咁呢個就係最重要嘅充能嘅過程啦。咁技巧三啦，就我哋要喺小組動力裡面，其實係要見到人嘅。咁作為小組嘅帶領者，我哋喺桌上嘅角色咧，就唔單止係裁判，更加係氣氛催化者同埋情緒嘅防護網。咁第一啦，咁首先咧，我哋會係唔計較輸贏嘅，淨係強調參與嘅啫。咁有啲長者咧，其實都會
計較輸贏嘅喎，因為咧會覺得輸咗咧就係自己蠢啦，甚至就唔想繼續玩，想走啦。咁社工咧就要不斷咁強調玩得精彩咧，其實係比贏輸咧更加重要嘅。咁我哋可以將焦點放一啲有趣嘅時刻啦，譬如哇，伯伯呢張牌出得真係準確啊，真係好妙啊！或者話婆婆你揀呢張卡牌嘅圖案咧真係好靚喎，將評價嘅標準由輸贏轉向美感或者創意。咁呢個係一個技巧啦。咁第二啦，建立互助鏈，喺小組裏面咧，難免咧都會有啲反應快或者反應慢嘅組員。咁我哋可以刻意安排一啲強弱嘅配搭，譬如安排啲反應快嘅長者擔任小組長或者計分員，等佢哋可以有多啲嘅成功感，多啲嘅榮譽感，係啦。同時咧都可以減輕社工一對多嘅引導壓力。咁之後咧就係情緒咧，記住咧就要即時處理。咁我哋喺小組裏面咧，其實唔單單係教遊戲點玩啦，我哋同時咧都要去觀察長者一啲微表情，譬如有人開始會沉默或者皺眉，或者隻手咧係不停咁搓個衣角嘅時候咧，咁呢啲咧就可能係有挫折感嘅信號啦。社工喺呢個時候可以作出適當嘅介入，譬如用一啲幽默感化解衝突啊，或者索性就停止個遊戲，轉入呢個茶點分享時間，等佢哋嘅壓力咧就暫時可以釋放啦。咁最尾總結啦，其實桌遊咧只係一個窗，帶領長者桌遊小組嘅時候咧，我哋最終追求嘅唔係要佢哋學識幾多隻遊戲，而係喺佢哋過程之中咧展現嘅生命力。我曾經遇過一個輕度認知障礙症嘅婆婆喺玩說書人即係的士嘅時候咧，雖然佢講唔到好多好華麗嘅詞彙，但係咧佢哋見到啲卡牌嘅時候咧，佢就諗翻起年輕嘅時候喺工廠做嘢嘅日子。咁喺嗰張台嗰度咧，就變成咗佢連結過去同埋而家嘅橋梁啦。桌遊其實係一扇窗，透過呢扇窗，長者見到自己咧仲有學習能力。透過呢扇窗，讓原本孤獨嘅生活，長者可以揾到可以講笑嘅玩伴。各位同工，當我哋下次走入長者中心嘅時候，拎起嗰盒桌遊，請記得我哋手入面拎住嘅唔係紙牌同埋呢個塑膠片，而係一個創造尊嚴、歡笑同連結嘅機會。我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